女人在二手车市场看中了一辆用3蹦子改装的50荣光，随后她拿出足够多的现金准备付款，可老板却在这个时候坐地起价狂涨了5倍。因为安迪不是本地人，随身又带着大量的现金，其中必定有着不可见光的原因。也就在此时，一辆皮卡车经过，安迪下意识的惊慌躲闪，生怕被对方发现。看出这一点的老板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，被逼无奈之下，他也只能选择妥协。Where do I sign? I get the paperwork. 安迪的母亲见义勇为上了抖音的热门，不过因此暴露了身份，引来仇家的追杀。母亲不想波及到女儿，便让她跑路。跑路过程中，安迪才知道母亲现在的名字、身份都是假的，甚至连安迪刚结交的皮卡男也一直在图谋不轨地跟踪自己。渴望知道答案的安迪也踏上了危险的横跨米国之旅。与此同时，在家等待黑暗降临的母亲被噩梦惊醒，她一反常态地走上大街，找到在她家附近蹲守多日的记者，主动答应了电视台的专访。直播专访时，主持人向母亲提出问题，可母亲表面上是在回答她的问题，实际上却是向某个人传递停战的信息。而此刻看到专访的男人已经开始面露杀气，无处安身的安迪逃到了母亲多年的好友查理家，询问查理知不知道母亲有着多重身份的事，结果被对方一口否认，并露出难以置信的目光。但交谈中查理说漏了嘴，提到母亲让安迪跑路要去的目的地。进屋到现在，安迪却丝毫没有提过此事啊！趁对方去厨房拿食物时，安迪发现了查理与不同家庭成员的全家福。很显然，查理不是普通人，也有着多重身份。于是他惊慌地再次逃离。如今想调查母亲的真实身份，那就只有找到宝拉，因为在母亲被绑架的当晚，绑匪提到过这个名字。可宝拉当年刺杀高官被关进了监狱，想见他就要有特殊的证件。于是安迪在洗手间特意将咖啡洒在目标人的包上，然后在擦拭的期间偷走对方的证件。此时家中的母亲担心女儿，终于打去了电话。电话里安迪提到了宝拉的名字，此时母亲才知道女儿并没有听他的话去指定的安全地点，反倒是在调查着当年发生的事。紧接着母亲就买了出国的机票，第二天准备偷偷离开这个要命的地方，赶去纽约和女儿安迪会合。可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马上就要发生。另一边，安迪浓妆艳抹，尽量将自己打扮成证件上的样子，借助证件他成功见到了宝拉。经过辨认后，所有关于母亲的证件宝拉都说不认识，但不经意间调出母亲年轻时的照片，却引起了对方的注意。She sent you to check on me. She's scared that I'm gonna get out. Pay her a visit. 安迪牢牢记住母亲的真实名字，在网上一查可把他吓了一跳。母亲是名门望族的大小姐，家族光资产就高达1兆以上，甚至母亲的弟弟如今还是总统的候选人，那有着如此显赫的家世，为什么母亲要刻意隐瞒不联系呢？怀揣疑惑，安迪走出了图书馆，恰好让他看到昨晚的皮卡男依旧在跟踪着他。